上次呢間屋嘅 Room 2好受歡迎，好多人都想問呢個既可儲物又可以俾貓貓玩得開心嘅貓櫃。如果有興趣嘅，就截圖揾好家私訂做啦。利用玄關櫃嘅轉角位，如果做成普通儲物櫃嘅話，就會好悶好單調，所以我直接做咗4隻窗戶加2扇門，每日返到屋企就可以睇到2隻貓貓同我打招呼。作為屋企嘅裝飾都係滿分。呢扇門可以直接打開，裏面做咗3層架，下面係一個全封閉嘅儲物櫃，用嚟裝貓貓嘅生活用品。上2層嘅右側畫咗圓孔，連埋旁邊嘅貓爬架，貓貓就可以直接跳上嚟，然後喺度安安穩穩嘅躺平。右邊呢就係一個開放式嘅貓爬架，一共做咗5層，方便佢哋爬高爬低。不過我要講一下，第4層我冇做成普通跳板，而係喺中間挖空圓孔，想令貓貓玩得更開心。但係用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我發現佢只係適合嗰種比較聰明同敏捷嘅貓，大貓可以好靈活跳上去，貓仔就難少少。然後全個貓櫃加咗4條燈帶，即時提升屋企嘅氛圍感，而且比起傳統嘅玻璃貓櫃，佢佔地更少，亦更美觀。下面我將每個尺寸都 mark 低俾你哋，有興趣嘅話歡迎 PM 我哋。